如果你對於命理一啲認識都冇嘅話，可能你未必會知道咧，原來占卜同天時地利人和同自己嘅命格嘅譬如係五行陰陽嘅起互，甚至係日子之間嘅關係，甚至係一啲儀式上嘅一啲要求，係各方面咧都需要作出考量。而單純用易經，因為其實易經占卜都有好多種，咁我自己咧就比較熟悉嘅就係周易簡易占卜啦，同埋複雜啲嘅文王卦占卜啦。咁對於呢兩方面咧，其實如果你係用錯咗方法咧，即係話喺幫人去解決問題之前，你係咪已經有好對自己嘅能力有相當程度嘅信心咧？即係話我唔會用人哋嘅事咧去作為練習，除非我話畀人哋聽咧，我係唔準嘅，你唔好信我嚇。咁用人，因為當人哋相信你嘅話咧，你同佢之間咧就產生咗一個聯繫。咁即係話如果你對命理咧係一啲認識都冇嘅咧，你呢一個幫佢解決問題，究竟係真實咁樣去根治個問題，定係畀咗粒止痛藥佢食？定係畀錯藥佢食咧？甚至原來你畀藥佢食，會令到你自己要食藥咧？咁有冇諗過以上嘅情況咧？咁我記得我自己，因為呢個係一個純分享咯。咁我自己就算係學完卜卦啦，咁當初跟師傅學卜卦都以年嚟做單位㗎吓。咁啊學文王卦，學完之後我冇將呢一個文王卦咧，從來直至而家都冇擺過落去咧我嘅玄學嘅服務入邊㗎，因為而家係因為怕麻煩啦，係因為懶惰啦吓。咁但係當初咧係因為我覺得，如果我冇100%或者90幾個%嘅準確度咧，我唔會去做一啲影響人哋決定嘅一啲建議。因為咧我覺得做玄學工作或者係做神秘學、算命學，最重要嘅先決係謹慎同埋慎言。